這位一大早已經處理好菜，剩下煮麵的小子就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是黃毛小明。今天是我學習當理髮師的第50天，我要煮麵了。今天的 plug 開始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抵達上課地點，依舊先搞衛生。later，現在老師在我頭上做顏色實驗，那就是太極色，也就是2種顏色搭在我頭上。至於是哪2個顏色，讓我等下看看吧。我的天哪！染完啦，你們有猜到什麼顏色嗎？每次正如大家所見，那就是紅配子啦。這樣看起來有點像 CJ 的髮色，哈哈哈。nice。現在午休吃我的減脂餐啦。今天的雞胸肉被我煮到很鹹，所以我吃到剩下幾口丟了。現在阿本大軟化膏產品，來讓我們更加了解裡面的化學成分啦。這樣我們也能針對不同的客人來用針對的軟化效果。2 hours later，現在我妹來剪頭髮啦，他預要剪 wolf cut，所以 Lucas 現在嘗試幫他剪。2000 years later，現在也是剪好啦，最後還是老師出手了，因為我們不確定剪的是不是對的。整體來看確實好看了不少。Oh my god！ 哇！下課有事趕着去慶祝堂哥生日啦。真香呀！吃好也是跟親戚來啊，以這裏講講啦。講好依舊來麥當當這裏約宵夜啦，嘻嘻。今天的 vlog 就到這裏結束啦。主播要玩蜘蛛俠了，我們下個視頻見，大家拜了個拜拜，耶穌愛你們。